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张哥加油！站着！请全体起立。鸣礼炮。全部走！
升国旗，唱国歌。站立！请坐下。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全国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此时此刻，全国各族人民、海内外中华儿女都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自豪，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衷心祝福。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向一切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爱国同胞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7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同志们、朋友们，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中华儿女，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要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世界和平。同志们、朋友们，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继续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阅兵开始。标兵就位。
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阅兵总指挥中部战区司令员尹晓光，开始。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好！辛苦了！同志们好！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志们辛苦了！同志们好！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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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们辛苦了！
加油！
撤回。群众游行现在开始。你还化妆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为你献来一枚
为
庆祝大会到此结束。